大件事啊！點解咁多香港人唔要免費醫療，走去深圳搶住買深圳社保啊？唔好以為佢哋傻，其實香港人精到飛起。而家我用30秒同你剖析下深圳社保嘅好處啦。首先就係保障好勁，香港身份買深圳社保，睇病可以報到90%以上加。有網友話喺深圳做過原本1600蚊嘅 MR 檢查，最後先俾320蚊，仲唔使等。其次就係睇病快啦，香港免費醫療雖好，但通常要等3到5年，好多人就咁錯過最佳治療時機。私立醫院唔使等，但貴到離譜，普通人邊頂得住？而深圳醫療資源大把，香港人搭14分鐘高鐵就到深圳 CBD。好似講媽 Penny 帶個女去深圳做手術，3日都唔使就搞掂晒。深圳速度真係犀利到港人都詐蝕。咁點樣先可以買到深圳社保呢？好簡單啫，有回鄉證就得啦。揾我唔使居住證，嚟一次20分鐘都唔使就搞掂。有興趣嘅留低77就得啦。